嗱，好開心喺呢度見到大名鼎鼎嘅香港嘅查博士啦。咁我自己咧就係查博士嘅忠實聽眾嚟嘅，我連佢個 Patreon 都有訂閱嘅。多謝多謝。其實博士同澳門都好有緣分嘅。1980幾年，博士喺東亞大學讀書啦。東亞大學就係而家個澳門大學啦，係澳門地區最高學府啊，所以佢對澳門街咧真係非常之有感情啊。後生嘅時候咧，亦都參與咗好多同澳門相關嘅工作啦。查博士近排嘅局勢又波動啦，咁啊有啲咩建議俾我哋啲年輕人咧？邊方面波動我哋講？一係股市，一係樓市，一係就業嘅情況，呢三樣嘅啫。如果你有能力嘅話咧，個市唔關你事嘅。啲大老闆都用有能力嘅人噶嘛。係。有好事嘅，你有冇份咧？唔係個個人有份噶嘛。所以純粹要講自己嘅，不停學習，不停增值，最緊要保持嗰個真誠啊對人。用鄧小平嘅理論，實事求是對工作，老細自然會賞識你噶嘛。特別而家呢個世界好奇怪喎，個個都精仔咧，你做最老襯嗰個，咁你搵到食噶啦。係，即係要捨得刻苦耐勞一啲，又唔需要咁樣講，你刻苦耐勞，你人哋肯俾嘢你做，你學到嘢噶嘛。係。咪連機會都唔俾你。你如果你細息唔對，睇唔通嘅。你咪將啲錢去收住息先咯，都仲有息收噶嘛，未輸噶嘛，係嘛？所以我哋嗰啲叫做泊車，使息唔對嘅泊埋架車咯，又唔使嘥油。而家個市有啲咩投資嘅建議俾啲年輕人咧？而家個市咧就小心嗰啲 AI 股咧會爆喎，因為以前試過網股爆鑊噶嘛，記唔記得啊？因為而家佢哋上得太快啦，即係好多係虛火嘅，吹住先，但太多人吹咧就危險噶啦嘛。我覺得啱唔啱啊 ？SpaceX 啊、Google 啊嗰啲就要，因為大嘢升得多啊，好謹慎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你要揀嘅，譬如有得揀，你有啲喺日本仔同埋烏克蘭啊，佢哋合作嗰啲喺嗰個軍事科技嗰啲股票咧係買得過。咁我哋想問下，而家啲石油仲沽唔沽得咧？石油唔喐住嘅啦，石油唔喐住啦，唔喐住，已經你賺咗錢咧就算啦。再睇睇佢俄烏嗰個局面點。係。因為佢隨時可以挫翻上去噶嘛，特別而家我哋侵哥咧自己做莊嘛，佢出去禮拜五噏乜嘢，咁你就嗨㗎啦，你走唔切。係，咁但係除非你有阿侵哥啲兄弟有資訊俾你咯，因為佢好犀利啊，佢一出成個世界入去冇上冇落噶嘛，逢係禮拜五你要小心。咁啊，啲日元方面咧，而家咧就應該政府會干預嘅，如果喺短期。你哋有錢得閒，我作針揸翻佢咯。你再低咧，我再揸，再低再揸。但係你要設本長，本長。即係如果你炒孖展咧，你起碼要有5-6注本錢。但你會贏大錢。明白。有機會贏大錢。哦，呢個真係值得我哋啲後生仔留意下。但係最緊要你都係話，你有一個心態咧，就話我而家攞呢筆錢出嚟投資。我輸咗嘅，唔會俾人淋紅油嘅，咁先好制。即係你要預咗係全軍盡物嘅，我都冇事。香港港股市場點咧？而家港股我哋唔睇㗎啦。港股唔睇㗎啦，因為市場太細，同埋都係嗰啲咁嘅中資股。中資股即係大家都喺市場都有人講啦，糖水滾糖麵。但最重要一樣咧，中資股咧，佢個會計年度咧唔公開啊嘛。冇人敢去查數嘅，咁我好難走去買啲公司，我唔知你盤數係點喎？你假都做盤俾我啊嘛，大佬。明白。嗱，咁啊，博士除咗投資方面好有心得之外咧，心得就冇撞彩咯。對健康啊、個保養啊各方面都好有心得嘅。健康咧就多啲，10月份我就會美國同間醫學院合作，因為中國冇平台俾我啊。我係有將我學到嘅學問咧擺喺美國，佢美國咧佢係好公平，佢會保護我嘅專利，佢有個舞台咧同我發揚光大。嗱，我係佢忠實節目啦，博士仲成日推薦我哋一定要飲靚水。嗱，我自己咧都有聽博士講，係專門買佢支山泉水。冇錯啦，瑞士山泉水。如果嗰啲長者有病咧，佢一定補充咗元素咧，令比平時精神嘅。咁啊，澳門咧，我哋嘅總經商咧就係撈起手撕雞，係做我俾佢做總經銷，我就澳門港澳嘅總代理。係啦，我自己插一句啦，我都係去撈起嗰度買嘅，咁我長期買嘅。咁大家見到阿博士嘅面色咧，
博士今年咧就80幾歲㗎啦嘛，博士。但係啲面色我當30幾嘅就紅潤到你真係30幾嘅年輕人啊！我當30幾啊，當30幾。嗱，我30幾，我皮膚未必夠博士靚啊，真係。而家仲有方法可以後生啲添。係，所以咧就博士唔單止投資健康各方面咧，冇你人生係兩樣嘢㗎嘛，健康財富，心境好，其他唔關你事。係，明白。唔好搞八卦，搞政治啫，唔叫佢嗰啲人去搞，唔係你搞。係嘛？係。同埋你要知道，而家世界上嗰啲政棍多啊嘛，你都唔知人定鬼。佢同埋佢係冇能力搞嘅，你企埋佢咪自己出事咯。我哋中國有句説話㗎，叫行事咧就莫理，種頂啊莫企。明哲保身都需要嘅喺而家嘅時代。世界咁多地方有戰爭，邊個理得到啊？明白。係嘛？係。你搞得掂自己都不容易啦。孝順父母，尊敬師長。明白。有能力嘅幫多啲人。幫人唔係用錢嘅喎。用錢幫人咧係好少力量嘅啫。你俾啲正確嘅知識人哋啊！如果國內同胞嘅咪送多啲兒童百科全書下鄉咯。正確知識最好噶嘛，你下一代一路有正確知識，個社會先進步啊嘛。係啦，好。冇知識點進步啊？好。咁啊，今日非常之多謝阿博士，咁啊又有啲人生經驗分享俾我哋澳門啲年輕人啦。應該大家努力啦嘛。係啦，多謝博士。多謝，下次再會。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去翻大細超台subscribe 查博士嘅 page，係就見到查博士噶啦。多謝。